大家好，又嚟到美股格局啊！隔晚美股全線反彈啦，呢一浪咧由2月中開始急跌咧，都見到開始有啲回穩轉定嘅跡象啦。納指咧喺17,200點左右揾到有支持啦，個 RSI 咧都由超賣區咧反彈升翻穿30咧，發出咗個反彈嘅信號。技術走勢上面咧有機會納指咧都可以上望翻之前嘅一個分界線，大約18,700點嘅水平啦。消息方面繼續都係留意住特朗普嘅政策㗎啦。最新咧都佢自己都暗示過啦，有機會喺4月2號公布嘅關稅措施嘅時候咧，對好多國家實施一啲減免㗎。如果屬實嘅話咧，都算係喺壞消息當中啦，有啲好過市場預期嘅好消息啦。留意住4月2號嘅消息啦。另外近一啲嘅話咧，今個星期留意住咧都有個通脹數據啦，就係被聯儲局視為通脹指標個 PCE 數據。2月份市場預期咧個核心 PCE 咧會錄得2.7%嘅按年升幅啦。略高過1月份嘅，按月咧都會繼續維持升0.3%。換言之，呢個通脹好可能咧都冇見到進一步降溫嘅跡象啦。個利率前景仍然都係不明朗一啲㗎。股份具體部署方面啦，之前曾經咧喺245美金左右咧，同大家喺美股格局分析過隻黃金 ETF GLD 啦。金價對個關稅同埋一啲利率前景嘅消息咧都非常敏感㗎。GLD 咧都最近逆市破頂啦，累計個高位嘅話咧個升幅咧都近1成半啦，可以考慮部分獲利先。但係市況波動咧，仍然都可以留住一半倉咧作為一啲防守力㗎。科技股方面啊，頭先提到咧納指有機會反彈上望翻18,700啦。如果考慮做啲短線嘅反彈部署嘅話咧，唔一定就要揾啲跌得最多嘅股份，反而咧美股仍然整體比較多不明朗因素嘅情況之下咧，要揾翻啲硬淨啲嘅大型科技股，例如係 Meta 啦，係科技七雄當中咧唯一一隻仲可以保住今年以嚟有升幅嘅股份嚟㗎。經過呢一輪嘅調整咧 Meta 嘅估值都去翻啲合理水平啦，而家嘅預測市盈率大約24倍左右。以舊年第四季咧個盈利增長去到超過30%嘅話咧，都仍然有唔少提升嘅空間㗎。技術走勢上面睇嘅話咧，個股價最近喺580美金左右就觸底啦，連同見到舊年12月份都試過咧呢一啲嘅水平有支持㗎，形成個小雙底嘅反彈啦。第一步望翻大約660美金左右㗎。最後申報翻啦，以上嘅股份都冇持有嘅。